各位好，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首席資訊官為你帶嚟今日深度解讀。Amazon 玩具 CPC 審核難通過，快啲自檢呢啲內容，睇下有冇出錯啦。之前我哋盤點咗 Amazon 上架兒童產品觸發審核機制需要提交嘅資料，而家盤點一下常見嘅被拒情況同應對措施。1. 檢測項目缺失，電動玩具嘅測試標準除咗 ASTM F963至16或17同 CPSIA， 仲需要做電池部分嘅 ASTM Section 4.25關於電池驅動同電池部分嘅測試。如果此項檢測項目缺失，可以使錢等機構補做呢部分嘅檢測，實在唔得嘅就要成份 ASTM 重新做檢測，結果為 pass。2. CPC 聲明信息缺失，可以參考美國 CPSC 官網嘅說明，入面明確咁講明只需要包含7個要素就可以啦。目前大部分被拒嘅理由都會俾到出嚟，賣家可以自查缺失咗邊部分，自己補翻上去就 OK 啦。3. 其他信息缺失，如果出現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individual maintaining records of test result 呢一條，需要提供為支持認證而保存測試記錄嘅人員嘅姓名、完整郵寄地址、email 地址同電話號碼。4. 包裝錄面圖信息缺失，需要補充產品包裝錄面圖，包括呢啲信息。訂閱 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，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。鍾意我哋嘅話，點個 like 啦！